天马草原伫屏东棒山起果，即届有增加夜间射击，要考验新型发射系统的作战力。英国一个102岁阿嬷做生日，为6900尺的天顶跳6角伞，搁无款关好主线机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芝。咱台湾这2天是国军年度反装甲演训天马草原，伫咧屏东棒山起果，这是新型拖式2比飞弹发射车第1届的实大操演。另外，为着要考验发射系统的作战能力，这届天马操演有增加夜间射击。拖式反装甲飞弹正准拍到1500公尺外的靶船，准讲天顶伫落雨，同款无影响，因为射手事先毋知影目标，收到命令了后，爱随找靶拍掉。2000公尺外的靶船同款无问题。国军天马操演2日上场，其中上大特色就是新式拖2比发射载台。射手除了可以持续抓紧握把之外，持续追瞄目标。那再借由系统的辅助追瞄闸门，来辅助射手，能让飞弹的命中率提升。M4-1A 怪 T-TAS 的辅助对瞄闸门，虽然会当强化拍到的比率，不过无亲像标性飞弹会当射程锁定射后无插。提早落海，差一点就拍到目标。虽然有新系统辅助，不过发射了后，也需要射手展现功力持续追踪，才会当精准拍到目标。这个新增加夜间射击的时段，嘛是要验证新系统热显像的能力。新式的装备它整合了为一个所谓的目标获得系统，那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成像的解析度，对。旧式的装备，它的解析度相对没有这么的好，没有那么的细致。100台防护力加强 AM116怪悍马车拢已经到位，国军强化战力，唔但增强攻击，嘛要加强保护官兵的安全。对于官兵比战，国防部长郭立雄指导参选部队颁发加菜金提高士气，嘛表示未来要加增加实弹射击，让官兵更加熟悉各种系统操作。不过，这届虽然有用新式的拖2比飞弹发射车，不过也是射有需要东线导引的拖式2A 飞弹。原定2022年开始交会，不过目前也未到位的1700粒用无线导引的拖式2比飞弹，目前预定年底前全部交会。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郭文哲伫咧台北市长任内经发生案涉嫌贪污绑定用积率，台北市议会成立调查小组，约谈关键人物，也就是政府市长裴金星来说明。有议员表示，裴金星伫咧会议当中已经证实讲，经发生这案有真侪决策拢是郭文哲交代发落的。你会觉得很委屈啊？过程顺利吗？还好。继续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23点钟会议，政府市长裴金星离开的是心情轻松，也毋过专程保持低调，因为经发生案已经进入司法定数，配合侦查无公开，会议规定无开放会后，议员转述裴金星证实，经发生案的真侪决策拢是由前市长郭文哲亲自交办。柯文哲市长交办，所以呢才会组成的这个专案小组会议。从来台北市政府不会帮任何一个民间团体或者是财团或者是民间机构来做研议方案。我想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啦。好，我觉得柯文哲可能逃也逃不掉啦。我个人是有一点失望的哦，因为我还是觉得彭前副市长啊非常避重就轻啊，对于敏感性的议题啊，他不是说忘记了，要不然就是直接回答我们说啊这个答案有点敏感。议员点出裴金星亲像采取对家己上有利的讲法，对部分关键问题含糊大过，真相也爱交予检调厘清。也毋过郭文哲政绩连环壁，阁有议员压了郭文哲今年5月以本人名义提4300万的现金，为林焕园附近林城南路一站48平的上班。全额现金购买，我要问柯文哲，你的钱从哪里来？柯文哲有没有挪用政治现金的钱来买他这一间房子？为什么你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民众党的名下？在他民众党规定上是这样，选举补助款1/3要归中央党部，2/3可以归个人。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人的例子啊，我们是用那个钱去
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的，长期要用的。办公室吗？还是作为党部的办公室？我个人的。国民党正经出面解释，费用来自2020次大选1亿外的选举补助款，要做办公室使用。也毋过伫政治现金金流基分还未解决，国民党中央又宣布长期据点的状况，国民党以私人名义买不动产，佮引起另外一波的质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来看重点新闻。台中太平一间私立幼稚园家长指控老师虐待，无爱互囡仔去便所，囡仔唔配合排队，就去互老师硬拖走，害囡仔受伤。家长怀疑学校挑工甲监视器画面拆掉，即阵要提告。目前台中市教育处已经介入调查。有民众去连锁的莲蓉水塔、河堤头、台北精工店买饮料，啉的时咧有抱着切料，感觉怪怪，结果发现内底有几若只家雀。目前业者已经先回失礼啊，休店一天要查详细。台北市卫生局嘛派人去稽查。有研究调查全台湾学生上济10间大专院校附近细处介绍，发现讲北部学校附近凊彩一间独立套房，这厝税就要上万块。台附近甚至是要18500块。学生啊，若要欠钱，就要去洗汤园的，或者是去洗牙房。再来关心国际新闻，明加拉7月到10月是雨水期，因为连续上大雨，东部溪水岔漏涨起来做大水。目前知影有20个人死亡，灾民超过520万人。另外，伫咧印尼的东部，因为大水河造成水崩山，有13个人死亡。伫咧泰国的普吉岛，同款水崩山，同款13个人死亡。大水来得紧，阁急，受灾民众赶紧用行了水脱离一位老人，脚步无细哩，差1点半倒，也有人伫水淹到我一个人悬的水中扑扑沉沉。明加拉每一个拄着雨季都大雨成灾，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真侪人只会当选择先逃命较要紧。আমরা কিছু বার করতে পারলাম না, রাতে শুয়ে আসলাম, রাত্রে 11টা বাজে ভাঙা দিছে, তখন তো আমরা উদ্দেশ্য পাই না, রাতে সকালবেলা উঠা দিই মানে চিক পানি রাস্তা বাড়ি ঘরের ভিতরে, পরে রাস্তাতে নেমে দেখি দূর পানি, আমরা আর কিছু বার করতে পারিনি।住伫东部城市库米拉高区的这位老先生决定要修理已经特别雨水淹掉的厝边啊，伊说一直拢等未到救援物资。খাবার পাইছি আমরা এখন তো আইয়া না আইয়ে ওই লইয়া আইলে কত আপনারে যাইয়া হিয়ানতে আনন্দ লাগে, এই দুই বেলা দুই দূর পাই আর কি, এর দূরে আছে। ভাতটাত কবে খাইছেন সর্বশেষ? ভাত তো আলা গতকাল দুপুরবেলা করা খাইছিলাম, আর এই পর্যন্ত কোনো আর ভাত খানা হয়েছে না।大水将明加拉东部的庄头农产淹去，佮切断道路交通，和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特别困难。另外，当地也数量大批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也使得救援任务更加复杂。有关当局估计，这波大水至少夺走20条人命，也有超过520万人受灾。镜头转到印尼东部城市德纳蒂，当地拜六因为大水雨引起土石流，造成放射风掩埋。救援人员透明抢救，无奈找到的多数是冰冷的遗体。Dapat kami sampaikan jumlah korban yang berhasil ditemukan sebanyak 13 orang sampai dengan pukul 19.21 waktu Indonesia Timur. Dengan diketemukannya sebanyak 13 orang, 6 orang masih dalam pencarian sesuai dengan yang dilaporkan sampai saat ini. 也阁有伫泰国的旅游胜地普吉岛，同款伫大水雨了后发生严重的山体崩落，空气画面会当看到有名的大埔后壁原本青冷冷的山坡，有大片黄色土石捅出来。包括一间饭店也因为土石并落来毁损，已经知影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罗西亚游客，也阁有9名缅甸渔港甲2名泰国人，另外也有大约20人受伤。目前当局已经停止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后续的清理工作，希望减少对观光的冲击。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来看今年第10号风台珊珊继续加向日本去，不过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这路线是一直向西边咧修正。到6月止咧，风台加向西北西，不过拜二开始，风台就会转向东北边啊。而且这阵威力上强，可能会转做非常强烈风台。过来拜三，风台可能会为九州或者是四国登陆，不过这路线可能会改变。目前预估风台会通过日本的本州、宫山或者是京阪地区，因为路线变化大，可能会登陆2-3届。所以，这四国、宫山、京阪加名古屋影响会上大，要注意透大风、上大雨。虽然拜四开始咧，风台去到日本海，这都会豆减弱啊。不过，因为珊珊风台刷动的速度较慢，可能会影响到拜6礼拜。
天气乡亲，这几日若要去日本旅游，就要特别注意。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咧加沙的战争还未收煞，以色列北边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嘛愈来愈热。这源头就是因为以色列军队主张讲，因收到情报，发现真主党准备要用火箭加无人机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讲因是自我防卫，才会伫咧当地时间25先下手。因出动900架战机轰炸真主党40个据点。不过真主党这边呢嘛无落软，随射320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的军事据点。因为真主党的攻击，以色列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惊这战火拖去规个中东，美国已经要求双方就要准责。在以色列空袭之下，国界另外一边的黎巴嫩南部的山边传出阵阵爆炸声，同时庆祝乌烟。以色列讲得到证据，真主党会在当地时间25透早5点，用大批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北部甲东部都市，所以在4点半左右，先发制人派出100架战机空袭真主党地点。אנחנו הנחינו את צה"ל לבצע מתקפת מנע עצימה להסרת האיום. צה"ל השמיד אלפי רקטות קצרות טווח, והן כולן היו מיועדות לפגוע באזרחינו ובכוחותינו בגליל. בנוסף, צה"ל יירט את כל הכטב"מים שחיזבאללה שיגר למטרה אסטרטגית במרכז הארץ. ואני חוזר ואומר, זה לא סוף פסוק. 不过，真主党也放火，因发射300多粒火箭，瞄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外电报道指出，那双方提出的数字确实，这是2006年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以来，以色列北部边界上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成立超过40年的真主党是黎巴嫩的政党，也是中东实力第一的非国家军事组织，总兵力共是10万人以上。因无亲像哈马斯或者是其他武装团体，敢若是小米加步枪游击队，是有大批重型武器的重装步兵。乌俄战争当中，双方大量使用的 BM-1多管火箭，发射器数量无清楚。不过外界估算，火箭弹有1万粒，射程超过50公里。真主党也有高达数十台 T-7级主力战车，也有大批防空飞弹加反战车飞弹。实力比地处国黎巴嫩的正规军要较大，所以在新的冲突传出了后，美国也公开发声，除了重新支持以色列自卫权，也要求双方站在，以便以色列南方两边同时开战，互战火拖到中东。公司新闻时间人朋友。来看中国的北京开设第一条无人机配送的航线，未来就算人伫咧万里长城，嘛会当点外送，上紧5分钟就送到位。爬起咧长城，忝搁喙焦，若则无准备有够的补给是要安怎的？尤其伫去年底对外开放的八达岭长城南城延长线，当局为了尽量保持区域内的原来风貌，不准设任何商业设施，尤其若是买水也是食物，都要行将近半点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八达岭景区甲配送平台合作，开北京头一条无人机物流配送航线，降落点设伫南九城楼。所需要的补给还是药品，上紧5分钟就会当送到位。游客可通过手机扫码的方式，在外卖平台下单操作，几分钟后就能收到无人机配送的物资。那上海浦东机场甲江苏昆山中央是开中国头一条空中计程车航线，每一个乘客会当载一件20寸、重量15公斤内的行李箱，伫定点报到检查，完成登记手续了后，就会当坐这款4人座的直升机。我们现在正飞行在黄浦江的上空，那整个的飞行体验来说是非常平稳、没有颠簸感的，而且还可以欣赏到江景。这条航线航程82公里长，飞行时间要30分，国家地面接驳的时间差不多50分就会当到位。比起传统铁公路交通，也是家己开车要开1.5钟至2点钟，更较省时间。每人单程要人民票1600块起跳。目前昆山到上海中央，每天有43万人来回2地，空中计程车提供更较利便的选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英国一个102岁阿嬷做生日真特别，伊是为6900尺的天顶跳6角伞落来，伊阁无款关好慈善机构。
那伫咧日本呢咧，有一个18岁少年囡仔，后个月伊要去爬西藏去下邦马峰。那阵挑战成功，伊就是爬完全世界14粒关山上少年的纪录保持者。英国102岁退伍军人百里选伫贝克尔斯小机场挑战高空跳伞，为家己庆祝生日。当我进地面的时阵，所有人拢为伊拍扑加油。百里坐飞机为6900英尺的高空跳落来，还有一个教练陪伊做伙完成这项纪录。这个活动让伊成为英国上侪岁跳伞运动员，也为三个慈善机构募集资金。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and counting the days and always saying to myself, I've got to keep alive and I've got to keep on my 2 feet and not fall over. So now I've got here and I'm about to go up, I'm delighted. 利用登山柳伫大风雪里一步一步有所向前行，敢若18岁的尼泊尔登山家索巴人尼玛。已经爬过世界13座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悬山，创下真侪项纪录。爬过世界14座高峰，这是冒险家登山者所追求最高公营。尼玛离这项公营敢若差一步。这14座高峰拢伫喜马拉雅甲附近的克拉昆仑山脉。克拉昆仑山脉是横过尼泊尔、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玛讲了做中国发放许可证，伊要伫后个月挑战西藏西夏邦马峰。14 peaks first teenager,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m soon gonna be, after my last mountain, and 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the 14 peaks. 尼玛的阿姐是目前纪录保持者，伊伫2019年迄个时阵30岁时阵就爬完14高峰，毋过要完成世界14高峰，其实困难真大。一寡真优秀登山者伫爬山期间，雪因为雪放落来，真差天气，也是空气伤暴，雪不幸死亡。目前为止，敢若40个登山者成功爬过14高峰。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现代社会提倡性别平等，头路是无限定讲查甫才会当做。香港就巴士业者推出一条干那查某驾驶的路线，希望会当促进女性就业。另外，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嘛有培养查某驾驶，要互家庭暴力的女性有趁钱的机会。红色双层巴士慢慢开出总站，九龙巴士69路公车伫女司机张如的驾驶之下，稳稳上路。这条路线为今年7月开始改修，全部由女性驾驶来服务，开创香港的首例。虽然有时会拄到怀疑的眼光，伊拢用稳健的技术甲服务得到认同。女性呢，相對嚟講係比男性呢温柔少少啦，即係有耐線少少嘅。同埋平易近人啲啦，即客咧，即可能即有啲人可能會對上車對你講粗口咁，通常望住個女性咧，佢就唔會咁容易出口嘅。69號公車來往伫新界天水圍甲元朗之間13公尺長的大巴，經過高速公路，由真下巷仔甲真客車流的路段，即賣由11個女性駕駛來負責，因的技術專業、服務親切，已經得到不少人客肯定。男女平等根本冇需要用性別嚟分辨㗎。女車長佢細心啲啦，有時可能照顧到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嗰啲位咧。另外，喺南美洲玻利維亞一間計程車公司，喺2021年推出原住民女性駕駛專屬的指定向小巴路線。這計劃由地方生產力甲女性創業中心推動，為婚姻駕駛交通工具，應趁獨立生活的收入，來脫離家暴受害惡性循環。La línea Lila ha sido el motivo de que yo viniera a esta organización. La verdad es eso, yo quiero que sigan más señoras que se pongan al volante. Claro, no es los varones nomás pueden trabajar, ¿no? Las damas también. Como es conducido por mujeres, me da mayor seguridad que con los hombres. 目前已經30個女性加入計算計劃，在這個大城埃爾阿爾托周邊開計程車或者是小巴，突破性別障礙，重新掌控生活。公司新聞是會長朋友。北美洲的 Greenland 有一个原住民社區，較早有真濟北極熊、海豹甲海鵪，當地是靠拍打來過日子。不過因為全球暖化，野生動物減少，目前有證照獵人，敢若剩10個人，這項傳統文化將要消失。
哈梅肯酒精久了后，总算抓到一只海豹，伊当场处理，把片甲皮都炸断去，家己用甲白。出身因纽特原民的哈梅肯是格陵兰岛斯科斯比松的全职帕拉人，因合法帕拉甲白野生动物，亲像伊安尼全职帕拉人，伫总人口只有350多人的斯科斯比松内底只有10个人。Pwede pinang iti so namin ako ang ano kami ni si Tapapu naka amakaya ang Tapapu at naman pisakatingin natin udiwia at ato dan aging mapa。66岁哈梅肯是当地社区团结的帕拉人。12岁完成纳前训练了后，就展开纳保的生涯。过去50多年，总共掠319只北极熊，还有真济海豹甲独角海翁。伊一个人带一阵雪地犬出发，一摆用出门几啊礼拜，走伫冰层冰河之间，上悬的纪录一摆炸断的3只北极熊。啊，毋过到这个世纪，气候变化，伫极宽的暖化速度比其他所在近4倍。当地生态大失衡，野生动物数量愈来愈少，加上洋冰造成冰层愈来愈薄。过去一年冬天拢用拍拉，即马热天了后冰层就扬起。看过去一片的海水，只剩冬天用出门拍拉。今仔日有人能一米是个度个，今仔日就不是嘛是那度了，个只是嘛是在阿子那了，是个啥那个当真。29岁麦德森是少年的专职帕拉人。麦德森讲到环境局变造成野生动物减少，加上2005年了后，政府开始实施纳保配野制，一年间能掠35只北极熊的政策。麦德森对面临的困境是真无奈。文明生活引起气候变迁，摧毁的毋但是自然环境，连人类家己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度避免。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